各位而家拍片啦，點解我嚟拍片咧？嗱，由於咧我福縣咧大埔廣福村咧發生5級火警，而家咧啲人都念緊啦。嗱，人山人海，而家交通係擠塞，唔知點算啦。而家咧交通非常之繁忙，超繁忙啊！而家咧做建築咧要加倍留意小心，避免發生火警危險。而家咧悼念緊，又可以用嗰啲康乃馨啊、菊花啊、百合啊，可以悼念嘅。有咩事可以訂 YouTube 頻道俾我睇下都冇問題。睇下我段片。今日啲嘢咧非常之詳細。嗰啲火咧係走上係蔓延嘅，5級嘅災難。嗱，交通又擠塞啦。而家咧致命人數咧大約係129人致命，79人受傷。而家啲事情咧有排諗啦，忘記唔到啦，非常之忘記啲嘢啦，好難忘記啲嘢啦，太難忘記，冇辦法啦，要諗到一世，諗到40年都唔止啊！哇！全世界啲人都知道嘅雲福縣嗰度起5級火。幾架消防車同埋白車紅，幾架黃車救護黃車都嚟到啊！差人車都嚟到，真係慘啊！大約咧燒死咗3個差人，大約燒死咗咧5個消防員到，幾位救護員咧都燒咗致命。跟住消防局咧已經冇晒救護車啦，消防車都冇晒啦，連大埔警署都冇晒警車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係雲福縣起火原因，起5級火嘅原因，所以咧所有嘅 B 部車都冇晒啦，去晒雲福縣啦，要求救啦。每個沙田同埋北區咧都要求救嘅，接多咗求救嘅幫助。我呢度拍片拍咁多，有咩事可以訂 YouTube 頻道俾我睇下就得啦。再見。